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这礼拜呢，其实全台湾各地拢真烧热，北部呢这天气真稳定，上温均有可能是来到37度。那中南部呢，这过到了后有可能会有西北风。另外一方面，伫菲律宾海面呢，目前受一个热带扰动，未来对咱台湾可能会受到影响，目前要阁继续来观察。 那最近这几天呢，可以发现说，其实表现上面最明显是北台湾。那主要原因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是东风的形态这样子去吹，东风这样子一路过来。那一个是风向对地形的阻隔上面来讲的话呢，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把比较好的海风这样带进来去做一些调节。另外一个就是风这样子吹过来的时候呢，其实伴随了一些沉降作用啊，所以会在比较偏向是盆地地区，甚至在比较偏桃园以北的这块区域呢，造成比较显著的高温。 这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今仔日甲明仔载同款拢受到高气压的影响，所以全台湾天气真烧热，抑阁真稳定。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，这中昼的时阵呢，高温会真烧热，出门都要会记得补充水分。那拜五到拜六呢，是受到这水汽的影响，东半部可能会落寡雨。那新竹以南也有山区的所在，这过道呢嘛要注意落西北风的情形。另外，菲律宾东边的海面目前受一个热带性的扰动，若是继续发展落去，有可能是影响到台湾的天气。也毋过目前要阁继续来观察。